你的手遮大只，不吃不喝半个月，嘿，好，无叮当，这就是阿里山野生的爱，你会使试看吗？香的呢。这会肥啊！哎，对呢。嗨，大人生气。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中国官方媒体有影片访问土瓦鲁民众，甲中国婆婆塔塔讲含台湾建交无好处，经过调查是中国找因原来翕的。中英大学马来西亚一查甫学生洪水事案件，最高法院发回庭审，在去经一审判决，这细娘的嫌犯有关是判死刑。立法院调解协商今年预算案，不过这郭建明讲要罢免这国民党立委，引起在野不满，遂挽起来。院长韩国瑜表示协商无共识，明仔载会继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5日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到咱的立法院下晡呢，针对着114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调解协商，有3296案爱讨论。不过这2点钟过去啊，却拢无协商任何一个案件。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因为发言时间伤过长，去互立法院长韩国瑜大动骨解。这郭建明阁讲要罢免国民党立委，引起在野不满，遂挽起来。韩国瑜表示，讲这协商无共识，明仔载会继续。你太糊涂了！我好爱听一个糊涂的人在讲糊涂话。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甲国民党首席副书记长王凤仪吵甲袂煞，立法院长韩国瑜规面无奈，立法院15针对114年度总预算案展开调解协商，有达到3296案，想袂到协商2点钟，连进度一个案拢无讲到。那了因为发言时间起争执，郭建明和韩国瑜几啊摆提起，高组织发言，也毋过郭建明唔插，也阁讲要大罢免国民党立委，引起王凤仪反击，双方就安尼发生冤家。老子国民党全部罢掉，这些卖国者全部罢掉。院长，对不起，请问一下，大罢免又跟预算什么？你们已经把大罢免放到预算里面，我们知道啊。你们有很多大罢免都放到预算里面，我不懂啊，柯总召，我们现在在谈预算呢，你谈那么久我都没有插嘴，你插什么嘴啊？另外，国民党团决定要保留占南国造预算2亿，冻结18亿。总调不分期坚持讲是国防部长郭立雄要求的，也不过国防部严正不听。他只要用2亿，为什么要编个20亿？所以18亿的冻结是这样子来的。但是呢，铺天盖地的这些网军跟侧翼啊，一直在攻击我们。顾部长认可潜舰预算冻结18亿元的相关共识的一个内容，并非事实。国防部立场始终未曾改变，即为争取预算全数通过。另外，民众党团提案3度军事设备3趴，和连下这期是中共在地协力者，不过将部分红抹红，讲马政府到蔡政府10年来拢是3趴至5趴，反抢过去的立委，敢讲拢是共匪。来谈大办。来谈说要帮韩国瑜办告别演说，来进行人身攻击，来进行抹红，
大概整个过程啊就是这样，所有看到整个协商过程，协商所有的各党派都没有共识，让我们去好，小松出征。第二点，因为根本讲好像按时袂可能快啦。针对需要协商的案，超过3000件强加备付讨论完，韩国瑜但做10月19加开朝野协商，也不过朝野无取得共识，不过将花下17拜五直接提起刘表决。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咧5年前，一位在中英大学马来西亚的查甫学生，和一个细娘的查甫嫌犯，用这麻绳甲伊束咧，甲伊操打了后来活嘴死。这专案的1审、2审的时阵，拢甲一个细娘的嫌犯判死刑。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时阵，说认为这2审事件含判死刑的理由是有矛盾等因素，发回庭审。再起这经1审的判决出来，犹原是甲这细娘嫌犯判死刑，只也是实现限缩死刑了后，头一站的死刑判决。一个姓郑的查某大学生，为马来西亚来台湾读中央大学。5年前，去互一个查甫人纽约市用锁啊，甲颔管啊套掉了后，甲性侵，钱嘛甲摕走，甚至甲杀害，甲尸体弹掉，妨以性侵杀人、爆杀尸体、性侵未遂这3个罪，分别互判死刑2年，还有2年10个月徒刑。专案上诉到最高法院，性侵杀人罪撤销发回庭审，其他2条罪定刑。纽约市入监服刑，再去经1审宣判，纽约市透过时限听审，互判死刑，终身褫夺公权。等待落单的女学生经过，并且事先准备好麻绳供犯罪之用，因此法院认为他有直接犯罪、直接的杀人故意，手段非常的残酷。是杀人要偿，这个死刑是我诉求的，所以我满意这个判决。3年前1审判纽约市死刑，家属认为有符合期待，经1审的判决出来，家属无阁回应。这个案除了案情受到社会关注，嘛是实现限缩死刑了后，头一件死刑的判决。高雄高分院法官认为讲，这个案件有符合相关死刑的条件，也是有给我们准则的。所以法官在判决里面也谈到了，第一个，他是直接的杀人故意；第二个，他的手段非常的残忍，有符合的最严重的犯罪情节。真正这个案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时阵，性侵杀人罪，方认为事件甲判死刑的理由矛盾，嘛无完整鉴定嫌犯，无矫正教化可能，所以驳回庭审。高分院回应讲，经1审相关的事情已经有补件，相对经1审判决的结果，死者家属的委任律师认为讲，伊无法度代表这个女大学生因父母来发表看法。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又伫遐变鬼变怪，来看这中国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最近发布2件影片，是访问各路为图瓦卢的民众。这讲的内容呢，拢是甲中国普普坦坦的话，佮讲含台湾建交是无什么款的帮助，甚至佮讲到个含中国建交才是好的。咱台湾驻守伫咧当地大使就表示讲，经过台湾含当地政府的调查，发现讲这影片内面的人是中国找其他国家的人来做演员的，目的就是要迫害邦交。我国政府跟民众不仅不认同影片中所陈述的错假讯息，也十分唾弃中共透过官媒指鹿为马、操弄假讯息的卑劣伎俩。咱国驻土瓦卢大使林东兴接受公司时讯的访问，伊谴责中国想空想胖，要迫害台湾甲土瓦卢的邦谊。因为最近中国官方媒体外记国际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发布2个影片，讲访问几个土瓦卢的居民，因对镜头学到中国文化，佮讲甲台湾邦交无实质的效益，甲中国建交才会当促进发展，嘛配合中国的讲法，引用人大第2500号的决议。According to UN Resolution 2758,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Our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s largely symbolic. 土国人口十分有限所以说他们几乎是认得每一个人，他们是刷脸的。所以说，根据土国的政府自己的调查，在里面4个受访者里面，实际上有3个是疑似应该是吉里巴斯人。那目的就是要透过认知作战，来误导各界对台土关系的认知，那进而破坏台土的外交关系。林东兴大使讲，影片内底的人，那像是中国找其他国家的人来扮演的。
佮讲土瓦鲁政府真关心中国的举动，已经随出来陪会。其实中国这几年透过投资、提供援助计划等等的方式，伊伫咧扩大南太平洋的影响力，嘛持续了乱咱国伫咧南太平洋的3个友邦土瓦鲁、马绍尼甲帛琉。学者认为讲，拄好拄到外交部长林佳龙以总统特使身份带团去帛琉出席总统会述人就职典礼，这波宣传是真有目的性。中国积极要插旗南太，除了要剥夺台湾的外交空间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牵涉到中国跟这个美欧西方国家的这种大国的竞争。学者分析，太平洋岛国的资源丰富，伫地缘政治是大家小济要爱的所在。伫美国印太战略布局之下，有重要的地位。加做美国甲中国竞争的另外一个战场，嘛是美中台关系焦点。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呢，有一个捌摕过书读奖的校长，所发生甲这代理教师霸凌的案件。不过，这教育局调查了后，认为这霸凌是无成立的，或者受害老师无度接受。今仔日出面来开记者会，公开这校长甲伊霸凌的录音档案。教师团体也呼吁相关单位，就要重新来检讨，讲这位校长敢有适合继续做落去的问题。其实我都认为我自己算是蛮敬业的，可是他却用言语的威胁我说他有人事权、裁量权。那其实在这段时间，其实我真的让我很恐惧不安。后伫控诉和新北市某高中校长霸凌状况受害代理老师王老师出面召开记者会，也过伫封闭的教育体系担任告密者有关爱挂乌目镜帽啊报案案，佮公开为去年2月到4月之间，和校长连续霸凌的引动。你们没有反省自己的能力，所以你才会长这样啊！你才会在会议上我在讲话，你也在讲话啊！你没有伦理啊，还要我出声来骂你啊！他其实的言语就让我一直很不舒服，我常常很害怕。然后到学期末的时候，我都一直过得很提心吊胆的生活。我只希望说可以重新审核这事件，然后让他有更公平的处理措施。王老师指出，家己向新北市教育局提出申诉了后，虽然先就校长情绪管理无好的部分记小过，也不过经过4个月的调查，所认定霸凌无成立。报告内容以校长的讲述为主，等于是对受害者造成极度伤害。教师团体也呼吁相关单位要重新检讨校长的适任性，佮完善调查程序，以保障教师的权益。许多的老师，他是以实名的方式向我们举报。这位校长不仅在现在这所任职的学校有霸凌同事的情况，在之前服务的学校都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教育局对于职场霸凌零容忍，绝对依法秉公调查，绝不宽待、不偏袒，也报请教育部废止师铎奖获奖资格。后续会密切关注，辅导校长采取正向领导管理方式。新北市教育局指出，已经报请废止这个校长的师铎奖获奖资格，佮会继续关注这个校长甲当人的互动。另外，对霸凌调查结果不好的部分，会当以职业安全卫生法提起救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台北市的金华城案件。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今仔日含国局处也有专家学者做伙来开会，会后就表示讲，这电话开发愿意甲这20%用这奖励先暂停，也若办理这建造变更的时间大概需要3个月。前台北市长郭文天因为江华城案和关押禁见，外界关心江华城20%用这种例应该安怎来处理。对此，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15早起召开专家学者会议。李树川讲，开会之前，电话公司已经正式来公文啦，表示愿意甲牵涉争议的20%用这种例暂缓办理变更设计。他们自己把变更建造把20%先行把它拿掉。他来做变更的时候，还必须经过这个结构外审，那还有一些都市的审查。那原则上我们会在3个月内把它完成。
李四川讲，若是了后反映认为中华公司合法，中华公司永远有提行政救济权利，也强调台北市府绝对是向前看，为着不影响上山地区发展，希望增加争议用这种例20%解决，互工程继续向前行，卖互工程无得收拾，也是影响公安。民进党议员批评自愿放弃甲欺负处分是两回事。小偷偷了东西，难道把东西还回去你就不处罚他吗？如果你不进一步的去修改这个细部计划的话，未来金华城就可以想方设法再把840%，再把20% 的荣奖拿回来。台北市政府李世川内行骗外行，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骗台北市民，是不是撤销当时变更的细部计划？台北市政府已经在做第一次的法律研议了。那我们希望他尽快的按照议会的决议去回归到当时的细部计划，也就是560的这个基准容积率。另外开发是发声明讲，并无抛弃20%，奖励用值是行政班合法处置的20%，用这奖励部分的工程，会伫北市府参加会议结论了后，才决定休息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主导中心今日举办县基2号 A 级基地公办都更案的签约典礼，董事长黄建群就表示讲，这今年底进行的完工的 B1G1 基地是全国头一个公办都更使用权社会主体示范案例，有72户。这民众呢会当一届就和政府拍20年的契约，来增加这社会主体多样性。为伫台北市议区这栋工地建案，就是国家主导中心，未来要成做全国首例公办都更分会，会成做使用权社会主体。预计今年底前就完工，提供72户全新主体供应模式。它有机会就会是这个地区的第一个使用权社宅，未来它会是一个比较以20年为周期的一个长租式，更有家的安定感，这种新的社宅类型。国家主导中心董事长黄建群讲，使用权社体甲传统的地上权模式无同，用减轻经济压力，一个稳定居住环境。详细看这栋使用权社体位伫台北市议会市区，虽然离捷运有1站啦，不过附近生活机能真齐全。价钱不够吸引人，没有诱因。这20年还可以讨论，就是因为你20年如果说你费用不会调涨的话。根据了解，内政部所规划使用权社体草案计划方向包含20年租金袂起价、安定居住，使用对象比较社体一般户，鼓励厝内底有65岁以上的老人，也是有6岁以下的子女家长来承租。初步规划签约20年，也个人随时将资租约，租金也比市面的行情较好。其实这种使用权社体伫个精华地段，以附近现有租金行情来看，这租金可能也不俗。它的商业机能还是相当的成熟，它本身呢又有临近松山车站这样的优势哦。如果未来呢兴起社宅，如果出入化，可能每一户呢会有3到4万甚至以上的这样子的租金行情。青年，特别是婚育家庭的部分，那因为这样角度讲说，它的所得的标准可以放宽，那也许它租金是可以比社会住宅高一点，当然还是比市价便宜。对着使用权社体，国家主导中心讲，详细伫个上审议也未定案。不过，使用权社体来实施迅速度改变民众，若无租厝就买厝模式，提供新的主体选择，就要继续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金门今早起发生一阵意外，一支大型的路牌，真有可能是这底座生鲜柜的后气，互风扇一个就断去啊，险险去撼到一台轿车。包厢派人去处理的时阵呢，搁再断一解，去缀着时间的真悬，还伊腰受伤，赶紧送病院治疗。标志条啊体积真大，互原本的4线道变做2线道。经过民众好奇，摕手机记录这惊吓的一幕。15早起金门县北河路一段到桃园路口传出意外，一支大型的路名牌指示标志，亲像因为基座生鲜后气伫扇大风之下倒去。我们是整只的，是有没有可能风太大还是怎么样？风太大，它也不会是这样子的。是这边有一个缺口，它把它做成有没有？把它弄成不知道是哪个单位，把它弄成可能是上面的监视器还是什么的。我们初步是这样猜啦。所以它后面有被再加工过就对了。对，它后面有再加工过。根据了解，迄当时路牌险险讲到一台经过轿车，代志发生了后，承包商也真紧派员去处理，想袂到移除过程，条仔竟然搁一摆断去，直接缀到现场作业的工人。先不要动它，先不要动它。
边仔人合力将重有数百公斤的标志条捡起来，才予伊顺利脱困。这名家人的腰受伤，需要黄金急送医治疗，好佳在意识清楚。警方调看附近监视器，初步排除标志条是予人车雕工破坏。金门县政府观光处表示，标志条已经设立第55年，因为长期受雨水侵蚀，加瞬间强风吹，才造成长期。除了完成清除，针对这类祈祷的问题，已经执行交通行政科全面检视全岛路名牌标志条的安全状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了要防止假车牌，立法院交通委员会通过审议，未来若准变做或者是使用假车牌，这罚金上限会当罚到7万支，而且使用这假车牌驾驶人同款会罚。如果后一个会期通过了后，今年就要来实行啊。这里大数据分析后，顺路警员会当做移动式车边 AI 顺路警车增加稽查量能。为了阻止假车牌，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有共识，各用重罚，对于使用假造、变造，也是蒙领车牌，按上悬3万6加赔罚，也就是处72000。过去拢是只针对车主开罚，也另外个增订针对非所有人的驾驶人违规使用假变造车牌，也直接罚上悬3万6。加倍的部分是针对伪变造的部分，我们有加倍。这个是以往没有的处罚，原则上还是以汽车所有人这一个为主。那这个并法的部分，我们是希望说达到这个并法组合的目的就好了。修法也针对假变造他人车牌肇事致人伤亡，甲10年来第2摆违反规定，拢会直接约入车辆销毁后，就会上议会讨论。如果通过时程，会落伫后一个会期通过了后，今年有希望就路实施。调查立委也呼吁，当法之下，也爱落实处理，甲杜绝假车牌的源头。透过加重处罚以及严格执行希望能够提升整体的一个效力，让法律能够来真正执行到正义。修了法律再严格，修了法律再精彩，最后的相关警政司法单位不进行相关的处理，这个法律放在这里，它不会自然去抓那个假车牌。根据警政署交通组统计显示，去年假造车牌案件比前一年增加472%，已经检视违法车牌资料，执法人员会当使用智慧警情系统来比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个大人囡仔拢真介意的 Pokemon， 因有出卡片，有一款卡片是较罕见的，真侪收藏者是花关价要买。但是这刑事局有接到检举，讲这电商平台呢顶头有人伫咧卖假货，目前有抓到9个人，这犯罪时间差不多是2年，赚超过4000万。警方也依照着商标法伪造文书顶罪嫌，甲移送法办。那这 Pokemon 的日本公司也已经甲因告啊。上周大人一直市真激动，发到真大声。真注意这个机台，耍的游戏就是宝可梦。拄到角色顶级拿愈强，只要有更加厉害卡牌，才获得顺利抓到。这个就是这一弹的5星卡，黄色的，打对方宝可梦就是杀伤力比较会比较大。提出收藏的卡牌有各类的宝可梦，真少有的嘛有收藏。若是要摕到特定的角色，其实嘛靠运气。有算的人分享讲，每一张卡牌30块，由机台随机来测绘。专有到有时候会拿到，然后是喷火龙，有时候是一些就是超梦啊、梦幻啊。有的是自己买的，像这个超梦，像在上弹时候都是卖300-400。为了收集几套甲角色一满，有算的人开真侪钱伫网络上来买，就不法分子看到宝可梦这个市场，伫电商平台卖这个盗版的卡牌。卖场有1万人追踪，所卖宝可梦卡牌对基本的到真稀有的角色，拢用指定来购买，一张爱卖45块，甚至插入机台上款会使对拍。要这卡牌拢是嫌犯家己假冒制作的。伫新北工厂对制度甲测绘全部拢是家己来处理制作。短短2年外，不法赚的钱超过4000万，侵权的期待有3亿。原本他们是透过跟大陆购买、跟对岸购买这些仿冒的卡片。那之后，他可能发觉自己来做比较划得来突发奇想之后就自行来制作之后他也证明他这样的所获取的利率非常的高。盗版的卡牌互人看破，是警方接到检举，讲有民众反映，详细看甲正版的解析度无同。刑事局顺这个线索抓到9个人，依照伪造文书这罪嫌移送法办，进入商业，看国提出告诉，要互以假乱真的嫌犯来受到处罚。记者综合报道。
有人讲，有迄款人，现实上就真正有这款人。来看这检警查出全台湾头一件地政诈骗案件，是由前线的地政事务所专员大声发现的。有诈骗集团去伪造遗书的签名，违法继承这死者的房产了后呢，翻头了后就随家卖掉，是真歹去对查到。这3年来的乌心钱达1亿4千万，而且这其中呢，10万在内就里长、律师、大师等人。发动了2次的搜索，总共搜索了52个地方，传唤的人数68个人，声押了6个人。检察官亲身出面，讲出办案紧张的过程。全国头一件台版地面书的诈骗案，3年的时间共骗1亿4千万。即马专案终结起诉，台北市府联合办案相关的人员拍影片加强宣导。通报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协请各个地政事务所，然后通力清查，然后才发现说。有几个可疑的案件，他们的关系人都是重复出现的，所以我们会诊之后才会向检警告发。这件地政诈骗案是因为第一线的公务人员发现代志无啥对同，因为台北市地政事务所的专员接到民众投诉，因家的遗产去予外人继承，也若遗书顶悬的签名煞是伪造的。政治部追查发现几啊件继承案，拢是伫财产所有人死亡了后，因为价值事实拢无伫分尸边，长久以来无人继承，才会去互诈骗集团以代笔遗书的方式，向地政事务所办理违证登记。也若诈骗集团只要厝摕到手，就会随甲卖掉，了后就真恶追查。我想说，我2年前搜索过他，我有扣过他的手机，刚好是整个案子的第一件，他办完的时候。那个时间点，我去搜索他，把他手机扣起来，那个手机里面就有第一个案件里面完整的证据。诈骗集团就是透过每一年4月份，各地区公所公告在地也未办理继承不动产的名册，锁定双北较贵的厝，交给当地里长、律师、地政司等等，而且还有公务人员参与做共犯。即个一个手全部拢封藏起来。地政局嘛强调讲，未来会加强审核，毋是文件交逼就会当办理继承。另外，即马新型的诈骗罪手路嘛800款，提醒民众都要申请地籍移动即时的通知，随时保护家己的财产。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这南韩123戒严联合侦察组15早起第2届采取行动，成功抓到总统尹锡悦。尹锡悦伊事先有录一段谈话，强调抓伊的行动完全是不合法的。不过伊也烦恼讲，若准时间拒绝，会造成更较大的流血事件。为了要顾全大局，愿意配合调查。由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干警公调处加上警方加国防部所组成的123戒严联合侦查组，当地时间15透早4点20分左右，来到尹锡悦位于秀丽市龙山区汉南洞的总统官舍。第一出示逮捕令，并且经过3道封锁了后，早起10点33分，搁再一平逮捕行动。尹锡悦也决定配合执行人员离开官舍，随后伫警卫车隔壁的10点53分左右，来到公调处大楼。伊伫被逮捕进前，事先有录谈话，指控逮捕行动无合法。南韩司法体系彻底歹去，伊是为了避免更加侪流血冲突，才决定顾全大局，个案说明。 이렇게 불법적이고 무효인 이런 절차에 응하는 것은 이것을 인정하는 것이 아니라 불미스러운 유혈 사태를 막기 위한 마음일 뿐입니다. 为了防止1月初3头一摆逮捕不讲理会情况，搁再发生，南韩警方这摆派出3000名警力，使用人海战术，甲官舍内底9号尹锡悦的警力甲压制掉咧。另外，警方强制距离结合伫总统官舍附近支持尹锡悦的民众，双方也发生小规模冲突。尹锡悦15正做南韩宪政史上头一位遭到逮捕的在任总统。不过，伫16月谈话中，伊强调，伊对南韩的未来永远是充满希望。 칠흑같이 어두운 시절이지만 이 나라의 미래는 희망적이라는 생각을 갖게 됐습니다. 尹锡悦被抓了后，南韩执政的国民力量党随着开记者会，大批评在野党，攻击其这段时间甲国家物价当天伏低。 위한 체포인지, 체포를 위한 체포인지, 지난 2주간 온 나라를 이렇게 뒤집어 놓은 게 도대체 누구를 위한 것인지.
温秀华去年12月7日颁布紧急戒严令，伊搁伫大约6点钟了后解除，引发政治无稳定。检方随后以叛乱甲滥用权力的嫌疑对伊立案调查。国会是经过2摆表决通过温秀华的弹劾案，伊随遭到停职。了温秀华3摆拒绝出席公调处团员调查，最高向法院申请对伊的逮捕令甲收查令。伊有逮捕令后了只有48点钟，公调处随开始调查停书，并且准备200多页的问题。不过由指控范围真大，调查无法度确定是毋是法度伫15日完成。调查结束了后，温秀华会被移送到首尔拘留所。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人讲水火无情，来看美国南加州野火已经是烧7天，真侪所在火着还未拍花，想袂到这圣塔莫尼卡北边又个新的导火点咯，一天就烧24公顷。这场大火已经造成25个人死亡，12000栋建筑被焚烧掉。不过，伫咧加州呢有2栋博物馆无受到这火灾伤亡。画面内底是马里堡海沙堡的盖体别庄博物馆。初7暗时去予太平洋佩里塞州大火包围的景象。虽然博物馆下骹4棵围的树甲建筑物拢已经烧了，不过这间别庄敢若小可解掉尔，主要的建筑物也是好好，内底珍贵的艺术品是完全无起价，拢好势溜溜。We are surrounded by vast expanses of white travertine marble. This was chose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te not simply because it's beautiful and Italian, but also because it is highly fire resistant. As a construction material. 规个伫布伦町5德街区的12栋建筑物，景观设计风格是真简单。遮种的树仔甲草仔，是便若拄着火烧，就会随烧了。也若另外一种是像橡树木这种的，树身内底有大量的水分，互火袂继续炭。另外，园区也阁有泉水的系统，内底有上百万加仑的水。便若当局发布红旗警告，解体中心泉水的系统就会随开。甲涂骹全互dam湿，火就无法度传过来。也若厝顶是会当防止火烧的石板，壁是强化红毛土，甲防火建材，也阁有自动的防火门。便若导火，就会甲火限制伫咧一定的空间内底。所有的门旁拢会搭伽马式的空调，也若内部的空调系统嘛会增加压力，阁会按轰炸等等的措施。这系统性的物件，外口的火粉甲火场的火灰微粒仔都袂走入来。也若室内嘛会当空气再循环。另外，伫火场顶悬一只拍火的火轮机，会野粉红色的粉落来，这嘛互外界真好奇。加州消防局解释讲，这是火烧山专用的助燃剂，内底成分有水、磷酸铵甲铁氧化物，伊的作用包括增加地表的湿度，甲氧气甲较会导火的气体隔互开。也若铁氧化物是会当互助燃剂变做是真明显的红色或者是粉红色，消防人员一个看就会当知影这个所在已经有野过啊。一般对人体是无败害，不过英国也有研究，伫助燃剂野过的所在，遐水源验出重金属、镉甲镉，可能会对水底动植物造成伤害。也若剩的有铁的成分的物件，若无清理好清气，嘛会造成汽车或者是其他的物件生产的问题。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这澳洲这海沙堡有真侪所在呢，对去年10月开始就出现一粒一粒敢若旧的物件伫咧海沙堡顶头。今年1月中，佫再出现白色甲朴色的，当地政府呢就甲雪梨交代海沙堡关起来，禁止游客去遐玩水。另外也针对着这一粒一粒物件进行化验。澳洲即马是热天度假高峰期，当年拢吸引真侪游客来享受辽阔海岸线、温暖的海水甲水上活动。毋过则是说来，包括有名的万里海堡、伫外爱海堡在内的9个海堡，红下令关起来，禁止游客落水游泳。因为伫海堡发现真侪白色是朴色甲玻璃珠啊，差不多大小是更加大的不明球状物体，风冲上花。当地政府表示，因已经收到环保单位的通知，协助采集样本化验，而且北部海堡议会也当咧安排清除这个物体，佮扩大检查其他海堡，敢是也有一寡互沙看到的不明球状物体。We're waiting for the EPA to tell us what's actually in the bulls and whether they're safe or not. So yes, at the moment we're trying to keep everybody as safe as possible, keep them off the beach, but it's such a beautiful day today, so I can totally understand why most people want to still come down to the beach.
去年10月，也有像高尔夫球大细的球状物体出现伫雪梨的旅游胜地邦达海堡甲库吉海堡。虽然这个不明球体具体来源无法度确定，也毋过检验了后发现是脂肪酸，类似化妆品甲清洁用品的化学物质，甲人类的头毛、喷顶、废水混合物，推测真可能是甲下水道有关系。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中央大厦太空系自主开发深太空辐射探测器，伫台湾时间今下晡2:11分的时阵，坐到这日本太空创新公司 iSpace 的定位小艇，对美国福州透过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发射过程是真顺利。这是咱台湾头一个上月球的科学机器，为台湾的科学创造新历史。中央大学太空系主任张启伟带领研究团队同齐守伫大荧幕头前看直播。台湾时间15号下昼2:11分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伫佛罗里达州准备发射，顶面有日本太空新创公司 iSpace 的登月小艇，小艇顶面有台湾第一个家己制作登月科学收载，伫大岛上结束了后正式升空。这摆升空毋但飞离地球表面，也要离开低地球轨道，直冲2000公里外的深太空，伫咧飞向深太空的科学收载。成功写入台湾史上头一摆，都是这个只有400公克、低米包大小的辐射探测仪，将会当测到会造成地质环境异常、威胁太空人健康的游离辐射环境。我们必须要有办法事先知道说，我们在不同的轨道区段，在不同的区块会吸收多少辐射，然后加以防备。深入外太空探测仪体积需要尽量缩小，搁爱耐辐射控制分，保持续航力。飞机提定了后，敢会当成功运作。为此，张启伟坦白讲，确实会焦虑，也不过会当做的，都是伫地面一直发现问题甲修正，也对人坑立乖乖甲靠得住来加持集气。能够在地面上还能够维修的时候抓到，其实是最需要的。我们的筹载已经一共过了5个不同的版本，才到达目前要飞的这个版本。飞机顺利升空，张启伟精神犹原强调的，一直到第110飞机顺利分离，伊才淡薄放亮，拍扑啊表达欢喜。伫升空1点钟32分了后，太空艇顺利脱离火箭，继续飞向月球。张启伟表示，探测仪敢会当伫36点钟了后顺利验证启用运作，会为台湾的探月计划行出一大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到这 RCA 工伤的赔偿案件，到今已经超过20年啊！今日高等法院针对着 RCA 头一阵员工，也被判赔222人，做出经济审的判决，判这 RCA 等4间公司爱赔互因1亿7千万。RCA 员工的律师团对这个判赔的见解表示肯定，但是金额伤过低啊！因也等来检举讲，敢要继续上诉无？RCA 工人，RCA 工人。这RCA 工人踮高等法院门口，就算头毛已经白啊，要是话声永远袂放弃。RCA 一滚球上案，拜三高等法院针对还未判决、无外显一病等等的222个 RCA 前员工做出经济审判决。RCA 等等4间公司爱赔偿互因1.7亿，要会当上诉。我们的大多数的会员。从之前的40、50岁、50、60岁，一直到现在都70、80岁了。从我们的步伐可以稳健的到现在，已经是步履蹒跚。从我们的黑发到现在的白发。RCA 员工律师团讲，肯定高院判赔的见解，但是认为金额比原本1审、2审更较低，会建议敢要上诉。律师团向记者表示，这摆判赔1.7亿，平均每个人通得到76万，参过去1审时做，每个人平均受赔偿80多万，加较低。这个金额看起来是比原来的1审或2审，原来的2审可能还低。那么严重的污染都没有告诉劳工这个是什么的有机溶剂，也没有讲这里是有毒，然后一切的防护措施都没有做，然后又事后偷产，又事后的掩埋，然后不提出这些相关资料，这帮恶质的公司，而且它又很赚钱的公司，我们赔偿金额这么低，合理吗？
RCA 公司55年前来台湾设厂，煞互员工接触有毒的地下水，济员工着感，甚至是死亡。RCA 工商求偿案官司到打已经拍20几年，其中 RCA 一军最高法院2018年判其中262个人，通得到赔偿超过7亿，24个人得到赔偿5000几万，剩的222个人即摆判赔1.7亿。律师团队咧建议敢要上诉。另外，也有 RCA 治军的案件等咧高等法院经一审。记者吴林旭凯台北报道。同一间有合法执照的化工公司，甲人收工业废损的处理费了后呢，就违法甲这药剂含其他事业废弃物做伙拼伫咧苗栗湾里一笪土地，严重污染环境。检警查到这不法所得有1亿3360万，甲这业者等8人依照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驶造车的司机把废弃的化学剂载到苗栗湾里一笪土地，直接倒入去土坑内底，佮用机械ram红毛土佮其他的废弃物，规个犯案的过程拢互环境部环管署翕落来。检警权专案小组2023年查到非法倒化学剂，详细追查发现是桃园中立一间化工公司以合法再利用的执照，暗砍非法的行为来赚侥幸钱。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基本上没有。铁矿没有，盐酸。没有，双氧水那些都没有，就经过过滤之后就会变成你们的产品。检警权专案小组调查发现，姓寇的化工业者伫咧废弃的化学剂咧制造氧化铁的过程当中，无甲铁加入去，等到是直接委托非法清洁业者伫咧苗栗湾里的一笪土地，拿废弃的塑胶、土粉，也有废弃的玻璃制造红毛土砖，重量有2000吨，土地面积5100平方公尺，各式车辆有7台，不法所得1亿3360万，规个拢甲扣起来。他是挂羊头卖狗肉啦。他一方面是合法去收这些所谓的废酸的处理费用，可是相对的，他私底下又以比较低价、低廉的方式委托这些非法清运的业者到苗栗苑里这边去弃置。全案起诉被告共计8人，查扣车辆5部，挖土机2部。经检察官陈祥威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裁定扣押不法所得。总共新台币1亿3360万元。台中地检署侦查总计甲姓寇的化工业者等8个人以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另外，这笪土地经过检测发现重金属污染，包括铬超标10.8倍，铜超标7.3倍。环境部后手会要求业者负责清运，也有土地整治的责任。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过年伫要到啊，这劳动部今日走到全台湾各种类型的场所进行劳检，拍步去到中港分务场 AI 园区起厂棚的工程，去遐稽查了后，发现讲有12项的缺失，也那台中火力发电厂的防治空污设施无防止落来设备。另外，屏东捌发生重大工安事故的明阳公司也发现到8项缺失，这欠点的拢会依照违反职安法，甲因开罚单。劳检人员来到中港分务场 AI 园区厂房，新起的工程劳检无做好挡土的防护，荷兰无采好的所在被要求停工。经过工程基地有12项的缺失，7个所在必须按来停工。会把所有的缺失配合停工状况做一个缺失改善的恢复。农历过年即要到啊，烦恼赶时的引发中断意外，劳动部伫15启动全台春安的劳检，中部是选伫台中火力发电厂。不要让它能够来掉落的哈，这个必须要有一些防护的设施，比如说安全围篱啊。正伫兴建的第9号10号发电机所，防空气污染的设施、防查出欠缺防对流设施，施工计无堵塞，这22项缺失，罚106万。也南部市劳检发生过重大公安事故的民用公司。试一下它的功能性是不是正常？规个厂区有8项机械作业设备的缺失，罚30万块。结果呢，没有发现重大的缺失，但是比较多小缺失，大部分都是机械类哈，譬如说你没有这个护照，或者说是电线哈没有包覆好。劳动部讲，因建议运输程度、舞台搭建拢是稽查重点，嘛已经由修法来改善工地点来看，一站发包出去，事故时所无人负责的状况。怎么对于这些承揽必须做出整合性的管理，而不是大家很多的平行分包，好像就没有人管了。劳动部讲会经由修法，互劳工更有保障。违反职安法的头家也应该公开，互全民来监督。未来职安法修法相关草案也纳入起付防治的条文，希望互劳工得到真正的保护。
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2024年有愈来愈侪少年人走去做线工，若准一个月176点钟来甲算，会当赚33400平基本工资，搁较济。但是这是较有利的算法，敢真正好？咱做回来看卖。没想到它的审核制会变蛮严格的。平常时会保伫咧厝里，处理接到行销顾问的案件，看完时间一个到3下换咧，就开始做另外一份水电做线工的工课。工课利用环境变动大，根据线工北大发布的报告，少年人渐渐为在家的工课走向做线工。这个王先生就决定拢做线工。如果你把工时都投进去，然后可以有更自由的弹性，然后又不用扛正职的责任。那薪水确实会比较多，可能房租算一算，基本维持日常生活的必须大概是2万块左右。以这个钱来说，那我去打工一定是 cover 的过去。一般来说，黄先生平常时水电相关的工课，一工至少有1000多块，每礼拜只要做3工至5工，就有够生活的开销。另外，根据线工北大的资料，今年元旦开始上加基本工资月级是28590块。算点钟的是190块，那以上班族一般一个月工时176点钟，换做是算点钟的，一个月会当领33440块，比基本月级加17%，也就是4850块。不过排班也无通排到遐济，都要做2份线工。工族会来的比较符合现代人的那个需求，应该是正职的吧？因为正职比较固定，打工你就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线工北大分析，即马市场走向两极化，少极化造成部分的市场真欠工。不过大量的人才要是无法度满足传统在家工课的形态，颠倒是走向做线工的市场。这个网站估是2024年做线工的用户，都比前一年增加66%，网站的流量是成长54%，显示做线工的需求有增加。这时候，如果产业要发展，你必须迁就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偏好的改变，从朝9晚5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的工作场域工作，可能就没办法，你就必须要学服务业的方式，让你的整个工段整个工段变成切割成好几个 shift， 好几个部分。传统工课场的生态正在改变，亲像分红、年尾奖金等等，在家员工的福利是愈来愈无吸引力。公司若想要甲人才留条咧，都要开出更较好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伫今年元旦迄天有提供13岁到22岁学生囡仔领文化币，目前已经有94万人去领。行政院长杜永泰也亲身体验活动，鼓励学生囡仔会当趁过年期间赶紧去使用这文化币。伫村仔顶面找出来数字，然后2号码后一秒柜仔就马上拍开啊，就会使挑战后一关。过关了后，就会当到餐厅围炉，同款的场景，同款的佚佗物仔。行政院长杜英泰顶日啦才来算过。迄天就是院长甲几个这少年人做阵佚佗但是就是少年人都较高算这院长都哇，都想无安尼但是嘛是有几个这题目较简单的都互院长一寡这提示。好了，上菜记得转给一个团员，有始有终。他们的文化币可以从1月1号用到10月30日。文化部对2025年开始扩大文化币补助范围，除了原本16岁至22岁会当摕到1200点，佮增加13岁至19岁学生嘛会当摕到600点的文化币。文化部表示，密室逃脱结合新型的基本体验，加上故事条件，真吸引学生囡仔摕文化币去使用。最近可能放寒假的关系，所以真的有蛮多学生来体验的。所以像今天的营业额的话，大概就有到90%左右都是文化币。根据文化部的统计，伫元旦开放领文化币到达15天的时间，已经有94万人去领，领出率达到45%，拢总消费1.5亿。行政院长嘛鼓励学生囡仔过年要到会当招亲戚故宅去耍密室逃脱，也是看国片，除了会当培养感情，嘛会当感受过年的气氛。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鼓励民众使用大众运输，新北捷运公司针对着淡海甲安溪2条轻铁，有推出劳主顾回馈金。不过，遮侪民众唔知这项优待，所以去年呢，这回馈金差不多有400多万，也无人领。另外，今年推出着这 T-Pass 2.0，要增加劳主顾回馈金的机制，客运代替和部分捷运拢有下用。
为着环保，这地方政府拢在鼓励民众加使用大众运输，像讲来到新北捷运坐轻铁哦，只要累积满200块，就有50块的回馈金。卡片扛起的照机台指示操作，就通看到家己会当领到偌济回馈金。新北市这个政策实行到已经要5年，这民众也是无解了解。新北捷运公司表示，113年度淡海轻铁甲安坑轻铁的回馈金有8529人次也未来换，累计的金额差不多400多万只多。我觉得可以再就是多宣导一点，但我知道本来好像就是有回馈啦，但我不知道他那个回馈金额是比例这么高的。未兑换的回馈金将于114年2月1号归零，请尚未兑换的民众尽速到淡海及安坑各车站售票加值机，依据机台上张贴的操作说明进行兑换。另外 ，T-Pass 2.0 月票全国有20个县市响应。交通部表示，含旧版比起来 ，T-Pass 2.0通适用的范围愈宽。今年全国的公车拢适用，嘛增加劳资国回馈金的机制。一寡可能无逐工使用大众运输，但是一个月累积起来，会到一定程度的民众拢通享用到。主要是公车的部分哦，就是市区公车、一般的公路客运、国道客运，有总共加起来11次以上。我们就给他优惠15%，那如果超过31次以上的话，就会有30%的折扣。另外，像代替台北捷运和新北捷运自本就有劳资国回馈金，若是一个月坐超过11届 ，T-Pass 2.0个会增加2%的回馈金。交通部表示，目前伫公路局网站已经开放劳资国优惠记名登录，希望鼓励民众加坐大众运输，减少碳排放。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新北报道。今仔日是旧历的12月16尾假，彰化市的大东门福德寺教管理甲土地公伯祝寿，像这信徒拢穿麻糍土豆糖来拜拜，庙方也特别准备这烧火火的麻油鸡，要互信徒食平安。轨道顶满满的贡品有粿子、麻糍、土豆糖。旧历12月16是土地公尾假，透早土地公庙人考出，拢是要来拜拜，感谢伯公啊这一年来保庇。一般的时候拢会传麻糍，麻糍一点点要加钱入来，啊无就传一下坚果来杀你。今天刚好就是店里要开幕，然后就来这边拜拜，然后要保佑，祈求土地公保佑平安这样，然后生意兴隆这样。人讲田头田尾土地公，民间信仰当中，土地公是守护地方的保护神，甲民众的生活有真密的关系。信众伫逐个月旧历的初2、16拢会做假拜土地公。彰化市公所嘛照惯例伫大东门福德寺举办祝寿祭典。台湾人拢有感恩谢天、谢地、谢土所以每一年甲岁末时，咱来谢平安所有守护土地、守护大家平安，就是咱的福德正神。所以咱每一年拢足隆重的伫大东门福德正神，才来叩谢伯公吼。虽然每个即天拄着冷气团，天气冷叽叽，但是民众唔惊寒，穿青草来拜拜，答谢土地公的庇佑。庙方也特别煮麻油鸡甲寿桃分予民众，互大家做伙食平安。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高雄今年的歌仔顶主角是即马当前的放假主角，迄款进前的国小以下囡仔会当大声领着。网络顶原就业者拍算要请临时工，去到学校门口呢，用这四手含囡仔交换歌仔顶。家长即马就惊讲，这囡仔接触到这青份人会出问题。教育局也讲，因会派人来加强巡逻。两批圆圆的耳仔，以练练的身躯坐伫车顶悬。这只毛油果水红啊，是当前的放假主角之一卡娃，也是今年高雄要发的元宵节歌仔顶。因为市府宣布，国小甲幼儿园的囡仔27天就会当伫学校领着歌仔顶。网络顶悬连伊就传出有人要找临时工，去学校的门口用四手甲囡仔换歌仔顶。家长知这消息了后，拢真烦恼。因为如果是有心人士，他拿那个什么。可能有餐药的零食跟小朋友换怎么办？尤其是食物件，是不是特别危险？为什么？就是惊食落伊会下毒啊，是之类的。
虽然业者紧急将找临时工的门提掉，不过这件代志引起讨论。市府教育局讲，因已经有通报各间学校，伫咧发高压顶迄天会派人加强巡视，学校这边也会加强宣导，提醒囡仔唔通黑白接受青粉人的物件。去请各班导师，跟小朋友做一个教育的宣导、教育的说明，就是小朋友其实是不适宜去跟陌生人做一个东西的交换。到发放小提灯的时候，务必要求学童留意个人的物品保管，不随便接受陌生人给予的金钱、玩具或食物作为交换。如发现可疑人士在附近徘徊，应立即的向老师、父母或其他的大人来反映。因为今年高雄的高压顶按算2月初8、初92天才开放，给一般的民众来领。学生囡仔休寒进前就通先领，才会发生有人开钱请临时工来换高压顶的事件。开放民众领顶的时，可能会出现排队排甲长落落的情景。记者柯嘉如、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新竹市金发人才服务据点有邀请到木工老师来遮做这木工的指导，或者中高龄学员会当家己动手来做物件。讲到这满满的成就感呢，是用钱买袂到的。教大家安怎利用机具发挥创意做木工，佮销界各种无共款特性的插科，互大家知。对学校退休的张老师，退休了后改做学生，伊讲来遮上课，互家己较袂无聊。退休了后，伫厝呢，嘛感觉无聊，希望讲趁一个会当活动的时阵，会当加出来接触人，学一寡新的技能，互家己莫参社会，脱节伤济。另外一个是对美国退休，则搬转来台湾，今年62岁杨女士，伊讲真欢喜来参加活动，嘛建议中国人应该爱较常出门学物件，交朋友。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走出来，因为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美，而且我们也可以跟很多人互动，然后可以互相协助。然后真的是很棒。这是新竹市劳工处配合中高龄服务据点所举办的体验活动，让中高龄退休的人去接触英国较无接触过的物件。可能隔一个月就无爱出去和人讲话，还是想讲班单。不过有这个活动呢，会使出来交新的朋友，做新的代志，了会当行的，了物件做好，当会当和厝邻的人分享。嘛会使和厝边头尾讲哦，我迄天去倒，大家敢要做伙来安尼。透过课程配合多元无共款的主题，学习新的事物，真正食到老学到老。那丰富退休的生活，甚至会当发挥专长，创造出新的价值。丰富退休的生活，也得到成就感。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最近天气这变化，明仔气象咱做回来详细看。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12度到1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0度到1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1度到22度，宜兰花莲台东到对12度到19度。平遥金门马祖对8度到15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
讲家己头壳尖尖是咧讲什么意思咧？感觉是头脑巧，欢迎紧，尖尖就叫干巧的啊。干巧。